好，歡迎大家又嚟到獨自去偷歡呢個系列嘅。咁今次我睇一本書係比較特別啲嘅，咁關於教育界同埋自殺嘅。咁佢講嗰個主題叫做學生不自殺，多謝你們救了我。咁我自己個人覺得本書都可以嘅，咁但係又未至於話非常好睇。咁我今次都繼續又同阿 Jeremy 一齊去到討論，咁之後去到製作。咁等我講下呢本書嘅背景先。咁第一樣嘢，本書就係由三位作者去製作啦。咁喺2025年，咁所以其實佢都有一啲好新嘅一啲嘅資料，例如佢用到 PISA 2022啦，亦都有嘗試去到討論緊新冠疫情對於小朋友特別係青年人嘅嗰個心理嘅影響，以至於會唔會成為其中一個因素，令到佢哋會自殺等等。咁其實我覺得其實咁新嘅一本書咧，其實對於一個現代嚟講都係好重要。即係我哋討論一啲舊嘅數據，其實冇乜意義。咁但係佢都引用翻一啲好經典嘅例子嘅，咁呢個圖我記得我見過嘅，咁所以亦都擺埋喺度，即係等自己可以第日有個參考啦。咁其實就係講緊自殺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會講一啲叫危險因子同埋一啲叫保護因子嘅。咁其實我哋中間其實就係講緊佢哋呢啲因子互相嘅牽連啦。咁另外其實喺嗰個系統裏邊嚟講，我哋又會有微觀系統啦、外圍系統啦，或者我哋叫做宏觀系統等等嘅。咁外圍系統其實就比較複雜，有幾個唔同嘅英文字喺度。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即係由小朋友自己本身去到延伸出去啦，去到佢附近嘅屋企人啦、老師啦、同學啦，以至於佢生存緊嘅嗰個嘅學校啦、社區啦，同埋佢生存緊嘅社會裏邊嘅嗰個文化價值觀等等，其實佢彼此之間都有啲唔同嘅危險因子同埋保護因子嘅。咁第一樣嘢，佢都用咗一啲 PISA 嘅數據去到講，其實香港嘅學生其實嗰個自殺嘅風險其實都偏大嘅，甚至乎可能係喺類近嘅嗰個嘅社經地位嘅地區嚟講咧，其實都係偏高嘅。咁其實好坦白嚟講啦，就小朋友嚟講，佢主要嘅壓力來源都係嚟自屋企同埋佢嘅學習同埋同儕嘅啫。咁所以本書嘗試收窄下啦，即係就住喺教育上面嚟講，其實對於小朋友有啲咩影響咧？咁就係譬如講到其實我哋學習壓力好大啦，咁我哋係其實都幾單元出路嘅，就係基本上所有人都淨係望住大學啦。雖然政府每一日都喺度同大家講緊多元出路嘅，咁但係其實你試下去同家長講，你就會知道其實我哋嘅社會係相信緊個單元出路。咁所以呢啲就係嗰個宏觀系統嘅影響啦。咁另外嗰個學生自己個人嘅幸福感係低嘅，咁另外對於學校嘅歸屬感都係低嘅。但係有趣地亦都發現得到咧，其實佢會覺得返學校或者喺學校裏邊其實係安全，即係佢唔覺得學校一個危險嘅地方。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可能比較難啲理解嘅。咁但係譬如可能你喺戰亂嘅地方，譬如可能係喺伊朗啊、以色列啊等等嘅地方嚟講咧，其實學校係安全，其實對佢哋講一定程度上面係奢侈嘅。咁於是乎佢引用緊一個WHO 喺2021年提出嘅一個嘅做法啦，咁叫做過好生活 live life。咁其實就係用緊英文字 LIVE 幾個字頭嘅，咁就係 limit access to the 自殺嘅手段啦。另外我哋會去到同各個媒體去到互動啦。另外亦都要培養翻個青少年嗰個社會嘅情感同埋生活技能。咁同埋最緊要係我哋盡早去到識別緊嗰個小朋友有冇呢個咁樣嘅困難等等。咁所以叫做 live life 嘅一個嘅政策啦。咁呢個政策底下其實有6大基礎之處嘅，咁就係我哋要去到就住嘅情況去分析啦，唔同嘅部門要合作，即係學校可能同社工、甚至精神科啦。咁另外亦都提高意識同埋宣導嘅。咁另外要建設翻嗰個小朋友自己本身有嗰個能力去到抵抗緊嗰個嘅逆境啦。咁另外其實大家都要食飯嘅，咁多部門合作，大家都要食飯。咁嗰個財政上面可唔可以支援得到咧？咁另外我哋都要持續去監測，睇下有冇小朋友啦。監控就係已經發現到嗰個小朋友可能有咁嘅狀態底下，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去幫得到佢，同埋評估翻佢嗰個風險等等。咁呢個就會係前面嗰版講緊嘅 Live Life 策略嘅6大基礎之處。咁就住即係教師又好啦，或者可能成年人都好啦，咁佢提議一個叫做自殺危機干預守門人訓練，叫做 QPR 嘅模式嘅。咁 Q 其實就係主動去詢問，咁就係其實要勇敢地去到同個小朋友可能係有必要地去講，其實呢個自殺嘅念頭啦。咁但係當然你都要温和咁去講嘅，因為你其實啲感覺到個小朋友可能係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傾向係去自殺㗎啦。咁另外你要去到說服同埋聆聽啦。聆聽係緊要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你都會批判咗，或者可能佢急啲去俾建議，但係其實好多時候都未必有好嘅建議嘅。咁我記得最經典嘅例子就係，即係你覺得呢個世界上所有都有 solution 嘅時候，其中一個冇解法嘅情況就係咩咧？就係佢係白爛島。其實佢係解決唔到㗎。
即係唔好相信所有嘢都係有一個最佳解嘅。咁其實可能對於嗰個小朋友嚟講，有人肯聽佢講，其實已經對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發泄到成件事，或者可能俾到一個轉機嘅可能性咯。咁另外就係要去到尋求一啲專業嘅協助啦，因為其實睇翻嗰個小朋友嘅情況嚟講，可能其實我你或者任何一個人其實都冇一個咁嘅專業能力去到支援到佢嘅時候，咁我哋盡快將佢去俾多一啲有能力嘅人，例如可能係精神科啦，甚至乎可能係阿基線等等嘅。咁另外本書亦都提到一個自殺嘅人際關係理論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呢啲都係好重要，對於老師嚟講，去到建立緊嗰個能力。咁但係第一就係咩咧？其實就係佢覺得會係一個受取歸屬感同埋一個感知上面嘅負累嘅。咁有呢兩樣嘢，即係綠色圈同埋藍色圈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有一個自殺嘅慾望。然之後，當你個慾望慢慢變成一個企圖，就係前提你有嗰個自殺的能力。咁呢個自殺的能力咧，其實就真係好物理上面究竟存唔存在？即係譬如可能你個欄杆係咪夠高啦？你屋企係咪有漂白水等等？咁所以其實往往都係會有呢啲自殺嘅能力存在。所以調轉頭，我哋好多時候監控緊嘅其實就係綠色同埋藍色。咁如果佢綠色藍色齊套嘅話咧，其實就好容易佢發現當紅色嘅話咧，就件事變得比較危險㗎啦。咁當然啦，我哋話自殺的能力，我哋其實係咪可以改變咧？都係嘅。前面我哋有講過 limited access，即係我哋限制咗佢嗰個嘅手段，即係例如我哋要去上天台，其實會響鐘啊等等。其實呢啲都係個 limited access 嘅做法嚟嘅。咁頭先都講到，即係小朋友係特別喺香港嚟講，好容易都有啲自殺嘅念頭或者想法，或者好高傾向係有呢啲咁情況啦。咁我哋如果總括而言，點可以避免得到即係青年人走去自殺呢個途徑咧？咁本書提供一個好重要嘅方面，其實就係建立一個嘅幸福感嘅。其實一個人感覺幸福，佢就唔會自殺㗎。咁個問題就變咗做，其實點樣可以令到佢感覺幸福啊嘛？咁本書佢歸納咗幾點，我亦都再歸納咗出嚟嘅。咁其實就係嗰個嘅歸屬感啦。頭先都有講，香港學生嘅學校歸屬感係弱嘅。咁但係其實歸屬感唔單止淨係學校，其實都包括咗佢家庭。咁另外嗰個小朋友自己本身嘅復原力啦，即係其實人總係會有挫折嘅。咁但係挫折完之後，佢企唔企得翻到起身就係個問題啊嘛。即係如果佢有強嘅復原力嘅話，咁佢都比較容易會有幸福感嘅。咁另外宗教因素都會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咁我自己作為教師啦，咁其實我點樣可以去裝備自己咧？咁佢講到3點嘅，咁但係我自己總括成為4點啦。咁其實第一點就係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嗰個教師嘅心態，就係佢有一個育人精神，即係佢唔係嚟教書，佢係嚟做教育，佢係嚟教緊個小朋友，唔係教緊嗰本書裏邊嘅內容。咁另外，其實教師自己本身係啲人嚟嘅，其實我哋會嘅情感或者情緒都會影響到小朋友。咁所以我哋必須要照顧自身嘅健康，無論係身體或者心靈健康都係，因為我哋好大程度上面會影響緊小朋友。咁至於小朋友嗰邊，我哋要多啲留意佢嘅行為同埋習慣有冇啲異常嘅表現啦。另外佢身體上面會唔會有啲不必要損傷，或者好擔心去到剪到佢手臂等等啦，即係佢有啲自殘嘅行為啦。咁另外亦都要留意下佢哋嘅社交媒體會唔會有一啲負面信息或者求救信號等等嘅。咁我睇晒成本書之後啦，我覺得好多概念都係老生常談。咁但係我中意佢用數據去比較唔同嘅地區嘅，咁亦都用數據去確認翻香港嘅情況。咁我認為呢本書其實學校應該係買喺度擺喺度，咁於是乎可以成為到我哋嘅參考書，可以追溯翻頭先嗰啲咩自殺的人際關係圖啊、自殺的基礎框架啊等等。咁其實呢啲都係對於個教師去到建立起嗰個對自殺睇法嘅一個好重要嘅背景資料嚟嘅。咁但係有呢啲背景資料其實就唔係防範緊嘅事，只不過係當有人問起你嘅時候，你識答上個書嘅啫。咁另外可能喺呢方面對於學生同埋家長嚟講個幫助都有限，所以我就扣減咗啲星嘅。咁另外我覺得好重要嘅咩？其實佢喺本書中後邊咧，其實佢就講咗幾個嘅故事，其實就係啲教師點樣可以去到做到一個好嘅守門員，去幫得到人。咁其實好多時候啲教師都唔係做啲好犀利嘅嘢，可能都係關心下個小朋友，可能寫幾張紙仔，可能即係見得到佢可能唔開心嘅時候，你陪下佢。咁甚至乎佢陪唔到啦，其實都係真係要揾其他人嘅時候咧，都就係確保緊個小朋友唔好單獨一個等等。其實都係一個教育嘅心態，即係佢唔係真係翻嚟當教書係一份工，而呢份工就淨係講好晒書裏邊嘅內容，即係唔係講緊我翻嚟只要我傳授到知識，將個技能俾到個小朋友，咁我話都俾你聽嗰個學科有咩結構，其實我就做完份工啦。其實理論上我哋應該係右手邊，即係做緊一啲嘅全人發展同埋培養緊個潛能，甚至乎啟發緊小朋友嘅一個思維嚟嘅。我哋唔應該集中喺嗰個
教書嘅過程，而係做成一個目標係要教育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本書作為學校嘅一個參考書嚟講，係一個不錯嘅選擇。咁但係普通人如果買嘅話咧，可能佢能夠用嘅空間咧就會較為少啲。咁所以以至於嗰個嘅推薦度咧就降低咗少少啦。咁下次有機會再見啦，拜拜。